架仔咧又好似想學美國佬咁樣喺材料啊零部件上咧去限制我哋中國技術崛起。To be dissolved and washed away by the developer solution. 好難啦！我哋國產光刻機都整到出嚟，你覺得你嗰啲材料，我哋唔可以技術突破？Hello， 我係 Nicholas。咁今日嚟講，我想講個 topic 就係關於一單國際新聞啦。嗱，日本媒體報導嘅，大台都有報導到嘅。財報都有報導咧，我就講咧，就喺最新消息指出咧，咁而家日本咧，似乎喺本月，即係12月中旬咧，就諗住話全面停止向我哋中國去出口光刻膠嘅。咁呢個消息同新聞出咗之後咧，就議論紛紛啦。而且佢日本呢個措施咧，個執行範圍咧就都幾大下嘅。涉及日本本土企業佳能、尼康、三菱等做得化學嘅呢啲知名大企咧。但係目前嚟講咧，日本政府同企業咧仲未正式出一個官方通文嘅，但係喺業界已經流傳起身啦。我認為佢係算係階段性嘅一個實施啦，係。咁關於呢個議題，我就簡單點評翻少少啦。我認為啊，即係日本又想學美國佬嗰套啦，即係想話喺你諗啊嘛，好似過往你無論係各個產業都好，佢就想喺各個零部件啊、各個技術啊，或者係各個材料方面嚟講咧，即係唔出口俾我哋中國，以此去喺某種層面上形成一個技術封鎖或者係科技封鎖嘅。但我認為好難嘅啦，你明白？我哋中國國產嘅光刻機已經取得一個實質性嘅一個突破，係我哋台機都整到出嚟，你嗰啲材料我哋又點會冇辦法啦？係咪先？所以我理解日本點解咁做嘅，佢想學美國啫。但係美國佢有美國嘅經濟體量同埋佢嘅國家嘅嗰個體量規模喺呢度，你架仔你點同咧？亞洲地區你係冇話語權㗎嘛，係嘛？所以嚟講呢單新聞好有趣嘅，你就睇日本政府夠唔夠膽咁做啊？因為而家日本佢本土呢啲企業咧基本上都想有咁嘅動作，但係而家你明白你要實施呢啲政策，一定要係政府同企業要高度聯動啊嘛，大家去出一個官方通文啫嘛。但係姑且嚟講，而家未有，我認為就係因為中日關係，而家仲係一個算係有少少摩擦嘅階段啦，係，所以日本仔都唔夠膽做太多呢啲喺貿易上更加激進嘅呢種措施，係。再睇咧係，所以多我就唔講啦。上述監數息差嘅我同粉絲歡迎加入我組成。呢期先到呢度啦，我哋下期再見。